陳奕迅同徐浩瑩個女陳康緹 Constance 乳名包包已經落實正式簽約華納唱片，即將以樂壇新人身份出道。雖然有報道指父母初時都唔想康緹入行，但最後都支持個女追求自己嘅夢想。康緹今年20歲，喺拔萃女書院畢業，而且成績優異。佢唔單止繼承咗爸爸嘅音樂細胞，仲天生擁有一把動人靚聲。7歲已經喺爸爸嘅 Baby Song MV 入邊彈鋼琴。2023年 Eason 首盲婚啞嫁嘅神秘女聲和音，原來就係包包，當時已經掀起熱話。佢哋最近一家喺日本旅遊嘅時候被網民捕獲。包包嘅素顏紮馬尾碌超有氣質，1.75米嘅高挑身形仲高過爸爸，加上之前同日本混血男模嘅戀情曝光，更令全城矚目。有星二代光環加持，又有唱片公司力捧，包包未出道已經風頭無兩。究竟佢會唔會成為新一代樂壇天后，延續爸爸嘅傳奇？大家拭目以待。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，多謝。